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听通的时间，我是今日要来教大家训练的阿水先生。今日要来教大家的是英法训练。今天呢，我爱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婆来到电视机前面，听顿先生看下来运动哦。在主要运动之前呢，我等我来先做一些本身体热起来的动作。首先呢，我准备一张凳呢。好，模拟呢哦，要稳定的凳呢哦。一只脚呢，让上去。好，我7条臀脚母足一次线哦。好，手呢不用7条方，师傅送到后背去，脚板翘起来。好，这个时间哦，跳起，好，缩起，跳起，挺好，慢慢来做。臀后背也要紧条放开来，挺好。尽量背囊个放出来哦，再来。好，我们另外一只脚。用让上去，好，手板呢7条方，脚板翘起来，师傅送到后背去，慢慢来做，要记得跳起哦，挺好，背囊放出来哦，好，莫按着腹背哦，放出来，加油哦！翘起来，送到后背去，要记得背囊要放出来哦。好，慢慢放下来。而家问下一个动作，下一个动作呢，一只手扶蹲凳的，另外一只手呢。放蹲7条下背，好，放松来，慢慢的放下去，莫蹲起来哦，再停一摆，好，缩起，跳起，挺好，要稳定哦，训练平衡感，挺好，好，来问另外一只脚。同样放起来，好，莫蹲起来哦。挺好，慢慢来做。要记得缩起臀跳起哦。好，不用下来。好，加入基本的热身的动作。做运动，首先准备凳呢。好，坐到凳子上，坐过前面一些哦，脚打开来，要比人的肩膀更宽一些。好，像超人一样，手伸上来，一只手下去，伸出来，肚肚挺来，好，停一下，再过来，不用喺胸前，好，中央的地方，挺一摆，好，伸出来哦。手压方的时间，母足要看手的方向。缩起，跳起，缩起，跳起。好，我的问片哦，问左手，加油哦！背囊放出来，
叫伊大口落哦，嘿，真好，叫大口落，跳起，缩起，好，休息一下。迄能力够好的人哦，可以起放起来，好，叫大口落，还得用起顿的方式来做，升上去。好，是不是送到后背？木主要看上面哦。不能放出来哦。注意这条模板太多哦。好，起好来。迄无法度拄到天来发唔怕，天天来做，安尼免唔怕，吼。如果你身体够硬高，嘿，慢慢来做，安尼卡住的，嘿，安尼会。稳片哦。要记得跳起哦。加油哦！不能放出来。哎，挺好哦。好，休息一下。接下来的动作呢，坐在凳的方，用扎手，用个耳弓夹壁，好，手呢扣起来，好，背囊呢扶起来，慢慢的下去，跳起，大口的缩起。跳起，停一下，缩起，跳起，慢慢来做哦。从下等肩膀。臀背囊，大口来，哎，挺好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好，肩膀痛痛啊，不用轻松一些，好，安尼俺的肩膀、臀背囊、胸膛拢有做到来哦，好，听一摆哦。用这个腹背，好，放下来，再打开来，看上面，好，看天来，再打开来看上面，缩起，跳起。达到最快乐的时间，停一下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肩膀痛痛啊。嘿，转转啊，好，转摆一下，好，还等再复习一下哦。好，多多第一个动作，还记得冇？还等试下做起风的版本哦。好，叫打开来，好，像超人一样手伸出来，啊，师傅送到后背，拇指看到天花板，嘿，多提来，再过来，加油哦！哎，
轻轻的做，莫着急，你莫勉强，迄安尼起风人拍，嘿，轻轻的做，不能轻量绑出来。好，来稳片哦，做数。加油哦！好，休息一下。好。今日搞动作，大家有好不的冇？请加入团队欣赏，来学新的动作咯。好，做运动，数弦，数村内等的风，好，有数哦，啊，不能打出来，好，这条一起慢慢拍，好，数表面耳弓到壁，好，慢慢的弯下去，再转上来。记得跳起哦。尽量不会打出来哦。好，休息。稳片哦。边走数，身内等的风，好，四条一起慢慢拍。是不是顺利好背？不能打出来，转下去，看天花板，看上面，转去，跳起，慢慢走。拇指看松叶时间，摕个等的方的数要松一下哦，要松伸出来，加油哦！好，休息一下。好，用彤彤啊，好，给梦彤彤啊，好，还在稳片哦。用右手伸下来。不能绑出来哦，来下去，转下去，再转上来，直接手位伸出来，好，停一下，再慢慢的下去。你那无法度做按上面唔拍。好，转到你去甲最勉强的地方，安尼就好诶，很怕。伸出来，伸出来哦。好，休息一下，稳片。加油哦，加油哦！很辛苦哦，再一下。好，休息一下。
好，通通啊。休息一下，准备一下。好，听你的动作呢，同打保龄球一样。好，一只手先扶蹲等呢。好，右脚呢先压放起来。打保龄球打到的话，你脚的身体后背了。啊，另外一只手呢，拄到天来。啊，松的时间呢，跑一下，好，抱一下脚，下去。倒天来，上来抱一下，好，慢慢来做，存一只脚，让个天来放的哦，加油哦，训练你的平衡感，哎，慢慢来做，莫掉紧哦。好，关片。好，左脚压起来，楼梯后背，速度到天来，再压起来，慢慢的下去，要起好来哦，起稳来哦，加油哦，跳起，收起。慢慢来做，再一下，好，休息一下，还能再有分片哦。右手扶好凳的，好用右脚压起来，好落地后背，坐下去，做到天来，再放起来，抱一下，慢慢的下去。抱一下，嘿，加油哦！还可以的话，尽量臀背拢要放出来哦，莫扑背哦，加油哦！请好哦。莫掉紧，莫掉紧，加油！好，下头稳片。起好来哦，下去，放去啦，加油哦！准备一下，好，休息。运动之后呢，我哋我来做一些让身体变较强壮的动作哦。来，简单呢，首先，好，等你准备好了，右手板凳等呢，好，左脚呢绕过去右边，会拿好来哦。啊，左手呢慢慢的伸上去，好，扳去右边，缩去，跳去。慢慢来做哦，迄感觉讲个背囊有会放出来感觉，缩起，跳起，也平会停差不多10秒，按个数吼，迄无法度放出来发，回反是唔怕，慢慢来做，缩起，跳起，好，慢慢来倒转来，好，休息一下，准备一下。通通啊，好，通通啊，好，听一摆哦，用板凳来，绕过去，拿好来，手慢慢的伸上去，缩起，跳起，慢慢来做哦，我是把狠狠按点趴，按点正常的。挺好哦，好，慢慢鼓来，好，稳片，
向用左手翻转来，好，右脚绕过去左边，手压向右来，伸上去，缩起，跳起，4秒钟哦。过牛奶哦，我是把狠狠哦。今后你的手会帮我们吃的话，可以一起慢慢拍，可以做到如何？好，慢慢过来。好，彤彤啊，准备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还能再做第2摆哦。好，来，一样右脚拿过去，拿下来哦，手伸上去，缩起。跳起，缩起，跳起，过牛奶哦，今后加油哦！好，慢慢过来。今日搞的运动，大家有好唔好？记得明日要停顿欣赏，强下来运动哦，安尼嘅身体同精神，那会愈来愈好。听众，我哋下次见。